好，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警察局传出有员警甲新冠病毒的确诊者做伙食饭，卫生局今仔日证实这个消息，也毋过毋免来起惊，因为两个员警采检送检验拢是阴性，无挖着病毒，目前正在做居家隔离。这两位接触者基本上在2月6号的时候，我们进行采检，检验值在 CT 值的部分是处于相当低的状况，也确定了都是阴性。到目前为止，因此在接触者没有被确诊的状况之下呢，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整个社区扩散的风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两个员警伫无共的分局咧服务，进前甲确诊者食过饭了后，有搁转去上班。高雄市警察局要求有甲因接触过的同事，拢爱做自主健康管理，尽量避免甲外界来接触。嘛再三来保证讲，相关的疫情拢有掌握，并无社区扩散的风险。